Hello， 大家好，我係東東啊，今日嚟到咗木馬湖啊，萬達周邊嘅曾經講咗嘅網紅樓盤、豪宅樓盤。其實咧呢個樓盤咧，大家如果睇開咧都知道，呢個樓盤咧其實咧講咗豪宅咧，其實都唔算豪宅，因為周邊都有其他比呢個好嘅。但大家可以睇睇呢個小區嘅環境，有人釣魚啊，有人散步啊，因為呢家嘅時間段6點幾，好多人食緊飯咧。食咗飯咧都係行下，因為呢個小區環境好啊。有人打咗波啊，打羽毛球啊，行一行啊，老人家坐一坐啊都唔錯嘅。呢個環境嘅呢個小區咧都比較大。前面咧呢幾座咧就5期啦，大家可以睇得到。5期依家都有賣緊嘅同埋咧呢度呢個有整咗一條橋過嚟咧，連接嗰個4期嘅，到時出去嗰個2期嗰個門口就比較近啲。近好多啊，同埋咧今日最主要咧，同大家介紹一層樓咧，以前咧2年前就毛坯嘅，毛坯嗰時咧係業主就有揾我哋賣，但嗰次佢賣咗好耐都賣唔出去，因為第一咧就毛坯好多人唔係緊，冇得緊啦，第二咧就佢嗰時68萬，然之後業主咧依家揾咗一筆錢咧裝咗修，重新做咗到頂嘅衣櫃啊。定制櫃啊，同埋咧裝修得好靚嘅，中央冷氣空調啊，全部業主同我講咧裝修到20幾萬究竟裝修點樣咧？大家等陣大家上去睇睇。佢咧依家裝緊收20幾萬之後咧，佢都係賣咗85萬。以前咧毛坯都係賣68萬，嗰意思咧仲快啲出手。然之後咧，佢呢個優勢咧就現樓啦，如果大家想睇咁樣嘅，如果可以睇接受嘅期樓嘅，就可以睇睇5期。5期有個89個積嘅，價錢咧都係70幾80幾萬啫。但佢係2個廁所，但佢就期樓。今日介紹呢間係1期嘅，就佢係現樓，即睇就即買就可以即收樓嘅。然之後咧，佢係6樓東南朝陽嘅，同埋咧呢層樓咧業主咧都係拎包入住嘅。全新裝修，大家可以睇睇。同埋咧，呢個小區大家如果知道嘅都咁樣呢個單位咧，其實咧咁樣呢個小區咧我哋同事啊、美麗啊，同埋咧其他行家同其他同事咧，好多都係買呢個區嘅，因為呢個小區都係唔錯，大市區同埋咧管理都唔錯啊！大家如果有興趣嘅，第一間咧呢個單位總價85萬，月供咧3000蚊出頭。呢個租樓呢個單位租金咧都可以頂住呢個月供，都冇問題，都租3000幾萬性價比非常之高嘅大家上去睇睇。遺忘掉當天失落的懊惱，堅決想面前每段路，難忘是當天失敗的勸告。好啊！依家嚟到實體啦，樓上今日帶大家睇呢個單位咧，就係豪宅單位嚟嘅，泰豐木馬湖。呢個咧呢邊係2 lift 6伙嘅，大家睇到呢啲裝修咧，呢啲材料咧，以為係想今日介紹呢個單位嘅材料，其實唔係，係隔離單位嘅，因為隔離咧以前買過嚟都係毛坯嘅，隔離嗰戶咧都係裝修緊都係裝修，大家係睇得到，貼咗呢啲紙啊，都係睇得到呢啲工人咧，依家準備落咗班啦，因為依家呢個時間段咧都6點幾啦，
我都過來拍片，因為呢間單位咧啱啱業主務齊做好嘢呢啲家私家電啊。今日帶到呢間咧就係05戶型，0405咧都係東南朝陽嘅。呢邊咧呢個俾大家睇睇06呢個咧就係東北朝陽，但係佢嘅優勢咧就獨林獨戶。如果你介意朝陽嘅就呢兩個戶型，呢個0405但係挨一齊嘅啊。呢個就東南朝陽，等就出俾大家睇。然之後咧呢間單位咧業主咧換咗嗰個絕架門同埋咧指紋鎖匙拍卡咧都同大家安排好咗嘅。大家睇睇呢個門咧都係非常之好嘅，都係比較結實一些啊。入嚟睇睇啦，呢邊以前買過嚟都係交標人冇批嘅，業主揾咗人裝修咗。入門咧呢個位置咧做咗嗰個櫃啦，大家睇得到呢啲定製櫃做到頂嘅，下面可以擺鞋啊，呢邊可以擺啲包包啊、鎖匙啊，入門啊、平時出門呢邊啊。過嚟呢邊咧睇睇第一間房啦，呢間房咧本來係有後花園嘅，贈送一半啊。業主揾設計師咧做咗嗰啲定製嘅，呢邊做咗榻榻米，本嚟有個飄窗嘅。業主直接打咗佢，然之後咧直接做到飄窗，然之後呢個窗咧就係落地嘅，可以睇到小區園林，大家可以睇得到，因為樓下就係一期嘅園林，同埋咧可以望到嗰個熊貓國際啊，嗰個碧桂園翡翠森都可以望得到啊。呢啲櫃咧都係定做嘅，大家可以睇得到，全部咧都係做到頂嘅，同埋呢個燈管啦，同埋咧呢邊咧擺咗嗰個電腦台大家可以睇得到啊。過來呢邊咧就係、大家可以睇得到呢個上面咧業主做咗嗰個櫃啦，做嗰個定製嗰個包邊嘅啊。過來呢邊大家睇睇廚房，哇！呢個廚房真係大喎，大家睇睇有冇咩區別咧？本嚟咧呢度係一幅牆嘅然之後咧業主揾咗嗰個裝修公司咧，叫佢設計咧就呢邊封咗，本來門係呢邊開嘅，佢封咗之後咧門係開咗呢邊，做嗰個推拉門大家可以睇得到。呢個廚房咧本嚟過來呢度咧就係嗰個生活露台嘅，有個推拉門嘅。大家唔知我講嘅意思，就本嚟有個推拉門，呢度有個生活露台嘅，但佢直接叫嗰個裝修公司打咗佢之後，哋通鋪出嚟，利用咗呢個生活露台做咗嗰個洗手台同埋咧呢邊咧個窗戶咧，大家都睇得到重新改過嘅做一扇窗戶，然之後都係望小區園林，大家去睇睇。攝影師俾個鏡頭睇睇。呢個望小區園林嘅，其實咧可以睇得到咧，大家可以睇睇呢個咧就嗰個充電電動車充嘅，因為呢個小區比較大，電動車咧可以花，因為佢2層花園嘅然之後咧就呢個睇小區園林然之後咧呢邊咧就係嗰個擺個熱水器嘅地方，細節都做得非常之好，因為呢個都整咗嗰個透氣窿然之後嗰個管咧都係整翻出嚟，大家睇睇呢個細節直接整翻出嚟都係整到外面啫然之後咧呢個通鋪過來呢個台咧都比較長，呢啲都係新嘅業主有諗過，因為佢以前冇批嗰時就唔賣啦，冇批嗰時我就有帶客過嚟睇，佢嗰時當時賣68萬。但係佢覺得咧冇批擺咗一段時間咧，一直賣唔出去，佢就裝修啦，裝咗修之後補翻啲家私家電，依家佢嘅價錢咧就85萬85萬。如果你睇啱嘅，都可以揾我哋，我同業主好熟嘅，都可以去幫大家傾傾價錢都冇問題呢啲爐頭呢啲抽油煙機咧都係品牌嘅萬貨嘅萬貨牌嘅過來呢邊大家睇睇呢邊咧就係嗰個業主擺咗個圓台嘅親台，擺個6人位，其實坐8到10個人都冇問題，大家睇睇。同埋呢邊咧做咗嗰個定製櫃本來咧呢度係有一幅牆嘅，但係有一幅牆喺呢度，但係業主做咗嗰個定製呢啲櫃大家可以睇得到，入面可以擺好多嘢
可以擺啲你如果中意用魚仔嘅，可以擺啲嗰個魚缸啦，係啊，同埋佢擺咗個音樂可以聽一聽歌啊，都唔錯嘅呢啲睇得到。呢度咧，大家去睇睇，呢度就可以擺嗰啲獎杯啊，或者嗰啲你平時紅酒啊。嗰啲酒啊、內啊都得啊，上面嘅櫃啊，大家都去睇睇，都可以擺好多嘢嘅。仲有咧上面咧，大家有冇睇到做咗個燈帶同埋咧呢啲燈咧都換過，同埋咧做咗嗰個中央冷氣大家睇得到非常之通風。依家6點幾，都工時非常之唔錯同埋咧呢個客廳咧，呢個開間咧都有3米幾同埋主咧都整好咗呢啲。電視因為呢個電視咧係今日就過嚟嘅，本嚟琴日想過嚟演咧，佢都冇擺好咗然之後咧呢個梳化咧，大家可以睇到呢個空間都比較大佢點解擺設計咧？你睇上去都非常之舒服大家睇到出嚟露腿睇睇啦。呢個騎樓其實咧都係風風靜靜嘅同埋咧睇小區園林嗰時咧，我有遞咗一批客。睇咧嗰個客咧點解睇唔啱咧？就非常之簡單，因為前面呢度有樓。嗰個客咧都係香港人，佢當時咧係舊年68萬冇批，佢都睇唔啱就佢就有一個缺點咧，就因為香港人嘛，佢比較中意嗰個嗰個景觀，佢就覺得前面呢度有樓。但每個人嘅諗法都唔同，其實咧都非常之通風，但嗰個客咧佢就仲有一個問題咧，佢就覺得呢個樓層比較低少少，呢個樓層6樓啫但咧呢個價錢目前嚟講咧，其實咧對比新樓咧，其實都唔係講話平但有個好處就現樓咯，咁樣就即買即買即睇就可以即收樓但你新樓佢依家賣咗個5期咧，加推8、9座咧，有一個缺點就期樓咯期房就需要等住時間咯1年幾咯。但佢嗰邊咧就價錢都70幾，接近80萬都係買得到佢發商裝修肯定就冇咁樣靚啦但呢個就現樓咯。其實有好有唔好，都同大家講清楚，俾大家睇睇個朝陽啦。呢個朝陽朝東南嘅，朝東會多啲東多少少咁樣就東南其實都好通風其實都好通風，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同埋咧入住率都唔低呢個景大家去睇睇。嗰時咧前面呢啲樓咧小高層係18年嗰時買過嚟嘅嗰時都開發商裝修嗰時咧1樓嘅我一個 friend 買咗1樓咧嗰時都係2萬2左右買過嚟1樓200幾萬，因為佢1樓單位面積比較大啲。2樓咧到11樓咧嗰時買過嚟最平都係18000幾到2萬左右有。2樓就平啲，頂樓平啲，正常都係19000左右買過嚟嗰時買咧最平都係差唔多140幾萬最細嗰隻，然之後咧佢有81、90幾、100幾80幾最平嘅都係150萬左右有90幾嘅都係差唔多170左右然之後100幾嘅都係差唔多接近200萬左右買過嚟佢依家咧二手咧就折一半左右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就可以揾我哋都冇問題，都有呢啲資源因為美麗係住呢個小區，我係住呢個附近嘅如果你想揾呢啲睇睇嘅嗰啲二手對比或者係想諗一諗其他戶型都可以，都冇問題，可以揾我哋同大家睇睇呢個，帶大家睇睇嗰個房間先啦呢邊咧就第2間房啦呢個房間咧其實咧大家睇都差唔多有15個平方左右業主做咗一排到頂嘅定製櫃大家去睇睇呢啲櫃咧都好深嘅好深，可以擺衫擺皮上面擺皮都冇問題擺得落嘅同埋咧下面都可以擺啲行李箱呢啲衫褲都冇問題呢啲大家去睇得到同埋咧呢個床咧就1.5乘1.8嘅床頭櫃都整好咗呢啲單都換過，上面咧做咗一層包邊呢個都係夢小區園林嘅呢個夢小區園林同咧都可以望到嗰個熊貓國際然之後咧攝影師過來咧呢個位置咧本來以前咧嗰個窗戶嗰度有一個飄窗嘅
佢有一排飄窗俾大家睇睇。佢蒙批嗰時咧，喺呢邊有一排飄窗嘅。第二主做裝修嗰時咧，就揾咗師傅打咗佢，因為佢係贈送啊。上面就擺冷氣外機，但佢呢度可以打嘅。同埋咧，呢個窗戶咧都係留翻嗰時開發商交標嘅，呢啲都冇拆嘅，比較安全啲。然之後咧，因為佢咧呢個房咧呢個單位咧整咗嗰個中央冷氣，然之後房間就冇安裝冷氣。如果你想安裝嘅，其實咧可以安裝冇問題啊。大家過嚟睇睇呢邊呢個廁所嘅，呢個廁所都唔細，呢個廁所頭先有嚟感應式嘅呢個單啊，同埋咧洗手台啊呢啲都感應式嘅，大家睇睇，哇好靚，係咪？呢個就可能比較簡單啲啦，呢個比較簡單啲啊。然之後咧呢個洗手台都係換過嘅，智能馬桶啊都係新嘅冇用過嘅，大家睇睇新馬桶冇用過啊。然之後咧呢邊咧係嗰個沖涼嘅地方，本來呢度真係都有一個飄窗嘅，但係主都係打咗佢，呢個空間比較大，然之後咧做咗間室翻嚟，呢個窗戶好咧就好過木馬好咧就好過呢個窗戶，因為佢係兩扇窗嘅，可以直接推出去。好多樓盤都係做咗一扇窗啫，直接推出嚟嘅，佢係兩個，然之後呢個都冇拆咗，都比較安全。大家睇睇呢啲玻璃都係雙層嘅，都比較好，同埋咧上面吊咗個簡單嘅吊地，呢啲咧都係最新款嘅嗰啲瓷磚啊。最主要睇下主人房啦，呢個主人房咧，其實啲主人房就大啦，呢個主人房係廿幾個平方啊，大家睇得到，都係望東南朝陽嘅，睇住小區嘅園林啊，同埋咧呢個咧業主擺咗個2米乘2米嘅大床，同埋咧呢邊咧都係做咗個定製櫃，都係做咗到頂嘅。都係同你留翻嗰個冷氣機嘅位置，呢個窿都打好咗，到時你想安裝，唔想安裝咧，夏天嗰個中央冷氣開咗之後咧，其實都好涼爽嘅。呢啲櫃咧都係定好咗嘅，呢啲都唔平嘅，大家係睇得到。呢個單位咧90個積，目前嘅價錢咧就85萬，同大家計嗰個單價先，單價就9400幾，但咧。你睇到所睇到啲嘢咧，都全部贈送嘅，直接拎包入住家私家電全部都係新嘅然之後咧呢個業主咧都係揾咗自己嘅裝修公司裝修，可能比較靚少少同埋咧同大家介紹計個單價先啦。呢個單位咧正常咧係俾1.5成首期你就單佢俾個12萬啦，你就借73萬啦，73萬咧一個月咧都係3077蚊個月供但係你呢個單位咧，如果你租出去，你如果唔想住嘅，你租出去呢個呢個戶型新房咧，萬達周邊咧都可以租到呢個價，3000幾蚊都冇問題，3200、3500都冇問題，你就平少少3000蚊都好容易租得出然之後因為呢邊咧我上次有租俾一個客人咧。佢係140幾平方嘅豪宅，佢都租到差唔多5000蚊但係咁樣細戶嘅，前面嗰啲小高層嘅，你嗰啲80幾平方咧都可以租到1800到2000蚊左右然之後咧係好簡單嘅，嗰啲開發商交標冇咩家私家電嘅，就俾個床啫，其他冇嘅，就1800、2000。如果你配齊嘢嘅家私家電嘅，都可以租到2800到3000蚊有啲租3200都有。但我講咗嘅嗰啲1800嘅嗰啲好簡單，就係吉屋就呢一個床啫，冇家私家電嘅，就咁樣嘅價錢然之後咧，你就呢邊咧，大家都知，如果睇咗好多視頻都知道呢邊咧木貓係屬於一個網紅個盤嘅，連續3到4年咧都係銷冠，大家都知道同埋咧每日嘅銷售中心嗰度咧都好多客人過去睇然之後咧就呢個盤咧其實都非常之唔錯，因為出嚟咗之後咧都好多人過來睇樓，大家都可以睇得到依家呢個時間段咧都有客人過來睇樓大家咧如果對於今日呢個單位咧有興趣嘅，可以掃一掃上面有料個 QR code 有個時間過去睇樓我哋咧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可以聯絡我哋
接大家過嚟睇樓，揸車接大家過嚟睇樓都冇問題。我哋睇樓咧唔使錢嘅啊，同埋咧大家可以關注我嘅頻道，每日都有更新啲樓盤俾到大家去睇睇啊。然之後咧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嗱聲聯絡電話啦。同埋咧，如果你覺得唔啱嘅，可以聯絡我哋，到時都係帶你睇睇其他盤對比下都冇問題啊。今集嘅視頻咧介紹呢度，大家下集再見，拜拜。嘿朋友，今生有你已足夠。我曾記得你如晚風擦過我的肩，是誰幻化星空裏邊記載了春天。秋風吹起過去常見青春的少年，告訴我知一世愛意我倆永不變。嘿朋友，今生有你已足夠。我曾記得你如晚風擦過我的肩，是誰幻化星空裏邊記載了春天。秋風吹起過去常見青春的少年，告訴我知一世愛意我倆永不變。嘿朋友，今生有你已足夠。我曾記得你如晚風擦過我的肩，是誰幻化星空裏邊記載了春天。秋風吹起過去常見青春的少年，告訴我知一世愛意我倆永不變。嘿朋友，今生有你已足夠。